弟兄姐妹平安。信息题目：与主坐席。圣经启示录Paarawan sa 24 shir。Pitengir tumireng kago paputar no fawahan ami kungkung tu fawahan. Ano jima ku pakatengi lai tu ngiha aku ta mi fawah tu fawahan i mi sumur kago i luma ningra ta mala kaput kami ami tahka。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新译本圣经将这启示录3章20节翻译成：听吧，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我要进去，我要和他一起吃饭，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耶稣可想进入我们灵里深处，像亲密的朋友一样，与我们一同坐席，一同吃饭，一同谈心。而我们必须要打开心门来回应，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心从纷纷扰扰吵闹的世界召回来，花时间亲近主，品尝与主一同坐席的滋味，一同坐在一起。愿不愿打开心门，就是你心的决定权在于我们自己。唯一可以使我们产生并保持渴慕神的方式，就是谨慎小心选择填满心灵的事情，这样子你就可以保守自己的心。箴言27章7节说，饱足的人连蜂房的蜜都拒绝，饥饿的人连苦涩的食物也觉得甘甜。Ano mafatsur ku tamsawi mana ai kumaan tu waneng no osas umatahi waya tamsawi halu angre lai kanen kusanen。简单说，如果人的心充满了忧虑、玩乐、贪爱钱财或属世界的欲望，人的心就饱足了。实际上，这人会厌弃与神交通，不喜欢亲近神，即使那像蜜蜂的蜜一样甘甜。又比方你才刚吃饱，有人硬要请你去吃大餐，当然这一餐跟上一餐比起来太过了，看了就太饱。但对满桌的大餐，你只看他一眼，就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还吃得下。这一餐是不是好吃，对你而言已经无关紧要了。事实上，你还感到胃口。这就是箴言27章7节所要表达的意思。有位传道人有一次去拜访驻加拿大北部的克里族。20年前，这个宝贵的克里族群还居住在传统的印第安帐篷里。那些印第安人过着简单的生活，所拥有的东西不多。简朴的家里开始拥有电视，不过是最近10几年的事。所有参与聚会的人大约有1000多人。在那里停留的几天当中，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20岁以上的人对神都非常渴慕，几乎没有例外。
他们对神的热情远超过北美大多数的人，迫切想要认识神。可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却显得漠不关心，似乎完全没有渴慕的现象。其中有一次聚会，教导和讲道的恩膏非常的强烈，所有聚集在大帐篷里的人都真正有所得着，有领受。在某一个时间，这位传道人注意到会场后面和帐篷外面的年轻人，他看见这年轻人露出一副很无所谓的模样。突然间，传道人便已经跑过走道，经过了渴慕的人群，邀请帐篷外面的年轻人进来听道。但外面的年轻人只是瞪着这个传道人，好像这个传道人是个疯子。这时他才注意到这一群20岁以下的青少年所穿的 T 恤衣服和棒球帽上面满满是职业篮球队和橄榄球队的图案。圣灵让这传道人明白，他们的心已经被电视节目所填满，完全上瘾。他们让这些没有好处的事物来满足自己心灵的饥渴。而那些20岁以上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电视陪伴，还不流行有电视的时候，那些20岁以上的人，他们学会了渴慕耶稣，要让耶稣填满他们的心灵。这趟旅程之后呢，这位传道人又前往美国西北部，受邀在某个星期五的晚上讲道。聚会开始给全教会参加。令他惊讶的是，美国西北部参加聚会的700人当中，有超过500人是青少年。当聚会结束后，他被10个青少年所包围。每个人都提出一些属灵的问题、神的事。当他终于有机会看表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早晨了。在聚会结束以后，他们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神的事。最后他冲口而出，我很喜欢这样的讨论，你们都对神充满了渴慕。这一群西北部富足的青少年所拥有的物质享受，远远超过那些印第安的青少年。富足中，但依然渴慕神，所以人可以决定要将心门开向哪里。人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渴慕神，要不要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要不要把追求爱耶稣和主耶稣有亲密关系这件事看得比其他事情更重要。意思是，爱耶稣永远是摆第一位。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站在门外敲门，我听见你的声音，我愿意开门。你要进去，你要和我一起吃饭，我要和你一起吃饭。天父，我要将爱耶稣永远是我生命的第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